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爱生气的小火龙。在一座绿绿的山谷里，住着很多小动物，有小兔子、小松鼠、小熊，还有一只小火龙。小火龙的名字叫小龙。小龙有亮亮的红色翅膀，尾巴会甩来甩去的，看起来其实很可爱。可是大家都有一点点怕它，因为小龙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很容易生气。有一天，小兔子在草地上跳来跳去，不小心撞到了小龙的尾巴。小龙立刻皱起眉头，你干嘛撞我？啪！它用尾巴打了一下小兔子，小兔子吓了一跳，对不起，然后赶快跑走了。小龙哼了一声，谁叫你撞我？可是过了一会儿，草地上只剩他一个人。第二天，大家在森林空地玩球，小松鼠把球丢过去，可是球不小心丢到小龙的脚，小龙立刻大叫，你干嘛丢我？它的翅膀一甩，啪！球飞走了。小松鼠吓得耳朵都竖起来，大家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小熊小声说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吧。大家慢慢走开了，又只剩下小龙。那天晚上，小龙坐在石头上，看着远远的草地，小兔子、小熊、小松鼠正在一起玩追逐游戏，大家笑得很大声。小龙小声说，为什么大家都不找我玩？他真的不懂，明明只是生气一下而已，为什么大家都离他远远的？这时候，森林里最老的老乌龟慢慢爬过来。老乌龟看着小龙，温柔地问，小火龙，你在想什么？小龙低着头说，为什么大家都不跟我玩？老乌龟没有立刻回答，它轻轻说，如果有人突然打你一下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小龙想了一下，会痛，也会生气。老乌龟点点头，对呀，小兔子、小松鼠被你打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。小龙愣住了，老乌龟又说，大家不是不喜欢你，只是他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生气，也不知道
你什么时候会打人，所以他们有一点害怕。小龙的尾巴慢慢垂下来。第二天，小兔子又来草地玩，这次它不小心踩到小龙的脚。小龙本来又想生气，它的肚子里好像有一团火，呼，快要喷出来。可是它想起老乌龟说的话，于是它先深深吸一口气，然后说：“你踩到我了。”小兔子赶快说：“不，对不起。”小龙没有打人，也没有甩尾巴。小兔子有点惊讶，事情开始不一样了。小熊跑过，我们要玩追逐游戏。小兔子看了看小龙，小声问：“你要不要一起玩？”小龙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。好。那一天，小龙跑得很快，也笑得很大声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尾巴没有再打人了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有时候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心里会热热的，手也会很想推人，很想打人。可是被打的人真的会很痛，不只是手痛，心里也会有一点难过。如果常常有人被打，心里就会有一点害怕，慢慢的，大家可能就不太敢靠近，也不太敢一起玩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其实很多时候，朋友不是不喜欢我们，他们只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好好玩，一起开心的笑。就像小龙一样，当他学会先停一下，吸一口气，再用嘴巴说出自己的感觉，事情就慢慢变得不一样了。朋友开始愿意靠近他，一起跑，一起玩，一起在草地上大笑。如果有一天你也觉得自己有点生气，没关系，先停一下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再慢慢说出来。这样你的朋友就会知道你的感觉，大家也可以继续一起玩，一起笑，一起度过很多很多开心的时光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